台湾大岛，逐工安尼人含车来来去去，东海桥桥骹煞有动画清风秀气，岛上绿水飘花的情形。原来这是一个49岁有毒品前科细料的查甫人，为了要走警察抓，住伫咧桥骹做一间工寮，内底有床铺，也有洗身躯槽啊，啥物款生活用品都有。有时阵伊还阁挖溪食溪，直接钓鱼仔伫咧食，生活看起来也阁袂歹过。台湾大道车来来去去，东海桥是安和路甲宽中路中一条真重要的桥，但是竟然有人就住伫咧桥骹，而且佫整理甲真特别。详细看，内底电火、电锅、甲电风各种的家具拢总有，连要困的眠床、棉被嘛有，佫有厨仔甲一个接水用的水桶，规间厝敢若工业风设计的房间。在东海桥下底下在那边住，晚上在那边住了。有人在那边走动，我以为说他们是到下面溪底去抓鱼还是什么啊？啊，咱们甲伊讲话的时阵，伊拢袂插人，无斗阵啊。原来住伫遮。毋是一般的街友，是一名姓廖49岁查甫人，有毒品的前科，早就甲厝内的人断绝关系，为着要避警察，才会来住伫桥骹。因为真爱清气，所以就算是临时要住的所在，嘛就爱整理甲真清气。发现是在这个桥梁里面，觉得蛮不可思议的。那在他身上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1小包。那也有那个吸食器的部分。这个查甫人你是做线工，暗时就倒来桥骹食毒，有时啊，阁会去溪边钓鱼仔来食，生活是过了真舒适。但是即马因为食毒疯掠，恐惊就爱去家乐内底过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